名字？是如意的布，如意的布。对，所以就是今年有重要的任务，大家选立委的时候，麻烦有喜欢廖委员的投给他，然后有非喜欢我的投给我，好不好？拜托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可以再唱首我们通通都喜欢，我们通通都当选。那就家里分一分好了啦，好，多2个 key 啦，哈。第2首。